剛才對禪定講咗好多，你話喺逛市場嘅時候可以修禪定，睇電視嘅時候亦都可以修禪定，可以話喺我哋生活周圍無時無刻無時無地都可以修禪定，係咪呢個意思啊？係。亦即係話我哋目前見到社會上嘅一啲亂象，一啲不滿，我哋都要不動氣，唔好發火。係。有咩方法使我哋做到呢一點，達到呢個境界呢？其實呢個咁嘅事情呢，你並不難體會嘅。你睇到呢個現象，你發火不能解決問題。假如你發火發脾氣，能夠將問題解決，咁好，咁係值得嘅。你發火解決唔到問題，咁啊白白發火。你不如將心平靜落嚟，平靜落嚟，清淨心生智慧。唯有智慧先能夠解決問題。所以發脾氣啊、喜歡啊呢啲感情衝動、感情動物決定不能解決問題。所以禪定智慧好重要啊！無論乜嘢境界，一定要保持清淨心、冷靜嘅頭腦，然後先能夠處理問題。冷靜嘅頭腦裏邊就生智慧，所以呢個定就非常重要。所以並唔係話定係消極，唔發火係消極。其實呢係使你產生呢個智慧，從冷靜當中產生智慧，至能夠解決問題。咁就係積極嘅意義。係啦，係啦，非常好。咁剛才仲有講到布施，法師你講到布施呢係放下煩惱，放下心中嘅雜念，咁好似係自己度自己。咁假如話係我哋度人哋，幫助人哋，有邊啲布施呢？幫助別人係有財布施，有法布施，有無為布施。呢個係歸納為三大類。財就係我哋自己有多餘嘅。實在講呢，最會過日子嘅人，我哋講佢嘅生活瀟灑，佢嘅生活自在。而家講高度藝術嘅生活，唔一定係你過得好富裕、好豪華，唔見得。你過嘅好瀟灑、好自在、好快樂，你嘅人生就非常美滿啦。咁我哋只要衣食足就自在啦，何必要多餘嘅呢？能夠食得飽、着得暖，有一間屋可以避風避雨，真係身心安穩啊！如果有多餘嘅，我哋幫助別人，助人為快樂之本啊！所以應當熱心嘅、主動嘅去幫助一切需要幫助嘅人，俾佢物質上嘅幫助，咁就係屬於財布施。布施而不着相，布施冇掛在心上。哎呀，我做咗幾多好事啦，咁你就會變成普通嘅福報，不能生智慧。布施過去嘅時候，心裏邊係乾乾淨淨，一絲一毫不染着，唔好再想呢個問題，咁就係真實功德。功德就係成就你嘅定，成就你嘅慧。與定慧有幫助嘅係功德，與定慧冇幫助嘅就唔叫功德。法布施係我哋有智慧、有技能，我哋將我哋嘅智慧技能傳授俾別人，咁叫法布施。譬如我哋從事於佛教教學工作，我哋每日將呢啲道理講解俾一般人聽，等佢了解，等佢覺悟，咁係屬於法布施。呢種布施裏邊決定冇報酬嘅，所以有好多同學佢哋都知道我嘅講經錄音帶、錄影帶、CD 以及所有一切出版物，通通都冇版權。冇版權就係布施啦。邊個攞去印都好，邊個攞去流通都好，只要有利於社會。如果一版權所有，咁就唔叫布施，咁叫生意買賣。咁就唔係布施啦。所以我哋咧，只要能幫助呢個社會，我哋熱心去做，雖然做咗心地清淨、逍遙自在，唔好將佢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就難過啦。無為布施係解決眾生嘅困難，眾生有恐懼有呢個身心不安，我哋幫助佢令佢能夠得到身心安穩，呢個就係屬於無為布施。無為布施佛講得健康長壽嘅果報，法布施得聰明智慧，財布施得財富。所以世間人都想話我要有財富，我要聰明智慧，我要健康長壽，但係佢唔懂得受因，咁呢種想法都變成妄想，求佛求菩薩保佑佢，咁係決定得唔到嘅。係只求菩薩保佑，而自己完全唔付出呢，係永遠得唔到嘅。啱啊。所以各位朋友唔好忘記，其實布施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唔一定係話一定要非常有錢嘅人或者非常有才能嘅人至可以布施，每一個人都有布施嘅能力，係呢個意思啊。啱。法師剛才我哋講到三福，人天福當中呢，好似法師淨係提到有關孝道方面嘅。咁其他方面係咪亦都請法師再補充一下，再開示好嘛？教育係師道，師道一定建立在孝道嘅基礎上，所以孝道係根本。一個人佢能夠成就，成為社會上一個好人，對社會有貢獻嘅人，一定要受良好嘅教育。良好嘅教育一定要父母在家庭同學校密切咁配合，只能夠將呢個人教出嚟。譬如話教孝父母對兒女呢句說話講唔出口你係我個仔，你要孝順我，呢句講唔出口，咁個仔問我點解要孝順你啊？咁唔係好麻煩嘅事情。所以教孝係老師有責任教學生，將呢個道理講清楚，你點解要孝養父母？咁樣呢，做父母同樣嘅，你要教兒女如何尊師重道。老師對學生，我係你嘅老師，你要尊重我，你要重道啊！呢個說話講唔出口嘛，所以必須要兩方面配合，先能夠將呢個人教育出嚟。所以話一開端孝養父母，奉事師長。呢個就係教育真正嘅基礎啦。從呢個地方，然後再提升，要有慈悲心，要能夠關懷社會，關懷大眾，愛護一切大眾，咁就係慈心。慈心裏邊最重要嘅不殺生，不殺生，我哋就唔會傷害任何一個人，唔會傷害任何一個動物。培養你嘅慈悲心，再修十善業道。呢個十善業道咧，係做人基本嘅基礎。身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兩舌係挑撥是非，絕不做呢種事情。法師，你頭先話不殺生呢一點，係咪意味住我哋要學佛就一定要食素呢？咁就唔一定，唔一定嘅。但係食素咧，對於呢個生活決定有好處嘅。我學佛都冇人叫我食素，但係我學佛6個月，我就開始食素啦。我得到一個啟示，因為我喺細個嘅時候讀書，有一啲同學係虔誠嘅回教徒，我曾經上過清真寺嚟了解佢哋一啲嘢。佢哋對於飲食好挑剔，因為佢哋唔單止講衛生，世間一般人講衛生，衛生係保衛生理，佢懂得衛性。佢除咗生理之外，人有性情，呢個性情善惡，佢話同食嘢飲食有關係。我體會到呢一點，凡係性情會影響自己性情嘅不良嘅呢一方面，嗰啲嘢咧佢都唔食。所以有學法咧，佛教講素食，素食能夠保護慈悲心，所以呢個係飲食裏邊佢為身、佢為性、為心，呢個講得最完全。我從呢度嘅裏邊得到呢個啟示，我就食長素。我26歲食長素，
40幾年，呢個身體啊越嚟越健康。我嘅年齡一般人睇唔出嚟。前年醫院嘅醫生咧，同我驗血，佢話我知，白師啊，你嘅血液呢個純度啊、顏色啊，就好似30幾歲嘅人咁嘅樣。佢做咗一個結論，呢個係你食素嘅好處啊。所以食素咧，對於身體健康係有絕對嘅好處嘅。再加上心清靜，不要染着世間乜嘢事情，哎呀，放下好啦。所以我唔睇電視，我亦唔聽廣播，我亦唔睇報紙。人家問我每一日天下太平，冇事啦，日子好過。如果你睇咗，哎呀，天下點解咁亂啊，亂七八糟啊，咁你就苦不堪言啦。我何必要過啲咁嘅日子咧？係嘛？所以一切咧排斥晒，每一日讀經，與佛菩薩為伍，與古人做朋友。你話呢個生活幾自在，幾快樂？係從法師嘅面相上呢，相信各位觀眾可以充分得到印證，因為法師紅光滿面，而且面上一啲歲月嘅痕跡都冇，真係睇唔出佢嘅年齡。我亦不必公布佢嘅年齡。法師，我哋知道時常喺佛學當中啊，有人提到業障，話每一個人一生當中呢都有業障嘅。呢一個業障係代表乜嘢呢？對我哋有啲咩影響嘅呢？業咧係事業，做作嘅時候叫做事啊。你做咗乜嘢事，事情做完之後嗰個結果咧就叫做業啊。所以好似我哋喺學校讀書啊，學生上課嘅時候佢有作業嘅啊。一個學期結束叫結業，3年讀完啦，畢業啦。所以業咧係造作嘅結果嗱。咁我哋一般人起心動念都係造作，所以造作得太多啦。佛將佢歸納為3大類。你心裏邊嘅思想起心動念叫意業，你嘅言語叫口業，你嘅身體嘅造作叫身業。所以用身口意就將你所有一切嘅造作，你嘅活動全部都包括。咁你做作咗呢啲嘢，一定產生後果。呢個後果就叫做業啦。業產生障礙，障礙乜嘢呢？障礙你嘅定，障礙你嘅慧。就係頭先我哋講嘅，你點解定不了？點解你喺外邊行走嘅時候，你就會被引誘啊？呢個引誘係你在做作，你俾人引誘，一引誘咧，你就定冇咗啦，慧亦冇咗啦，就變成障礙。所以呢個叫業障。你做作嘅善亦能障。點解呢？善嘅時候生歡喜心，總而言之咧，你心不平等，所以心要平啊。你起咗波浪啦，歡喜亦起波浪，煩惱亦起波浪，所以全部都係業障。善業亦障，惡業亦障，但係佢有果報。善業呢3善道，惡業呢3惡道。換句話講，你出不了6道輪迴，你有業障，你冇定位啊。定位只能夠超越6道輪迴，只能解決問題嘅。因此呢，佛教我哋要修正業。正業呢就係我哋唔做壞事，做好事。我哋修善業，修善業而不着修善業嘅相，咁個障呢就冇啦，個障就冇啦。所以總而言之一句話，你要記住，我哋日常生活由朝頭早起身、着衣、食飯、工作、應酬，一定要與戒定慧相應。假如話戒定慧，你覺得3個字太圓啦，唔係咁明。咁我變通一下，你要與清淨心相應。心係咪清淨？與平等心相應。平等就係冇分別，清淨就係不執着。我對於一切事情不分別、不執着，了了分明係智慧。不分別、不執着係定。與定慧相應，你嘅生活咧自在，你嘅生活咧就美滿啦。你嘅事業一定一帆風順。你做得一定比別人好。好嘅原因喺邊度咧？
因為你有定位。亦即係所謂呢一個業呢，就係你曾經做過嘅事，你曾經講過嘅說話所得到嘅一啲後果。你曾經做咗善事呢，會得善果；曾經做咗壞事就會得惡果。咁即係我哋人呢，一定要多做好事。法師，呢個係咪同我哋一般喺佛學當中所講嘅因果關係啊，亦都有一定嘅關聯嘅呢？有關聯，有密切嘅關聯。咁講下因果關係好嘛？呢個世出世間法就係世間法同佛法都離不開因果。佛法亦係建立在因果嘅基礎上。你冇因點會得果呢？譬如話我哋讀書勤奮讀書係因，我哋拎到學位係果；我哋勤奮嘅工作係因，我哋得到好嘅報酬，呢個係果啦。所以世出世間就係一個大嘅因果，而呢個因果佢永遠係相續嘅，佢永遠喺度循環。呢個道理咧，我哋必須要知道因果相續，知道因果循環。咁我哋喺呢個環境裏邊咧，我哋自然就會向着斷惡修善，因為造因係我哋自己，結果當然係我哋自己亦能夠預期。我做好因一定得善果，我做惡因我嘅果一定唔好嘅，唔可能話善因得惡果，惡因得善果，冇呢個道理嘅。呢個係定律。講到呢個因果，我就有啲好奇。我哋可以話我哋呢一代呢一世做善事，係為咗我哋下一代嚟結善果。咁如果我哋嘅上一代做咗壞事，而我哋係無辜嘅，我哋唔知道啊，而由我哋嚟承受上一代做嘅壞事嘅惡果，咁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呢？呢個裏邊嘅情形呢，就非常非常複雜啦。要嚴格嘅嚟講呢，因果係個人自己做，個人自己承受嘅。上一代同下一代呢，只有影響，係間接嘅，唔係直接嘅。由此可知，縱然上一代做得唔好，我若果認真努力，可以將佢改變。改變唔到，係因為你唔懂得因果嘅道理，你唔知道呢個事實嘅真相，你被環境轉咗啦，咁就好苦啦。換句說話講，你受佢嘅影響，即係剛才講，你仲係受外邊環境影響，你冇定冇為。如果你能夠守住正常嘅原理原則，咁就係持戒。修清淨心，生智慧，咁我就能夠改環境。環境再惡劣，我哋有能力將環境回轉過嚟。呢個都係事在人為嘅啫。咁呢個呢，就係我哋講高度嘅智慧。高度嘅智慧一定係依賴甚深嘅定力，妥善嘅方法。所以社會縱然再惡劣，我哋環境縱然再惡劣，冇話改唔到嘅。了凡四訓呢，就係最好嘅例子。亦即係話，即使你嘅上一代做咗一啲壞事，而使到你呢一代受到影響，但係如果你自己自身能夠喺佛方面修得好好，禪定啊慧都能修得好好，仲係可以化解呢個唔好嘅影響嘅。冇錯冇錯。所以呢，完全仲係睇自己吓。法師，我知道一般人呢可能會咁覺得，我只要做個好人就得啦，我何必一定要去學佛呢？學佛對我哋個人到底有咩好處呢？點解一定要學佛呢？呢個呢，仲係一個誤會嘅。你聽我頭先講嘅，應當有相當嘅一個了解啊！學佛學做個明白人，我做人就好啦，我何必做個明白人呢？我何必要知道宇宙人生嘅真相呢？做好人就得啦。咁樣講法呢，呢個問題你就能夠得到答案啦。一定要做個明白人，只係圓滿嘅好人。你雖然係好人，但係你呢個好人不圓滿，有欠缺嘅地方太多啦。如果你有定有慧，能夠做個明白人，咁樣係個圓滿嘅好人，
就係呢個意思。一般嘅好人只不過係普通嘅好人啊，係不如唔夠圓滿嘅，唔係圓滿嘅好人。所以我哋要想達到圓滿嘅好人呢，仲係要學佛。係啦係啦。仲有學佛，如果想要有所成就嘅話呢，係唔係一定要出家呢？在家學佛能唔能夠學到有所成就嘅呢？學佛唔一定要出家嘅。如果話出家嘅話，呢個觀念就錯誤噶啦。出家就好似我哋世間嘅行業一樣，你喜歡呢個行業，你可以選擇呢個行業。學佛呢，係任何行業都係可以學佛，任何行業都成菩薩，任何行業都成佛，唔一定要出家嘅。出家係所有行業裏邊一個行業，呢個行業呢，相當於我哋選擇行業啊。我喜歡教育，我喜歡教學，我去讀師範學校。我將來嘅時候，將來畢業之後呢，我從事於教育工作，呢個係個人志願。所以呢，一定要知道佛法係圓滿嘅智慧，圓滿嘅智慧係表現在任何不同生活方式上，任何工作上，任何環境當中，呢個係真正嘅學佛，真正在佛法上嘅成就，唔一定要出家嘅。如果出家不從事於教學嘅工作，咁就大錯特錯啦。好似你讀師範，讀畢業啦，分派去學校做教員啦，你日日唔上課，咁啊點得？呢個係過錯啦。你從事於呢個行業，就要將呢個行業做好，在呢個行業當中做所有同行嘅榜樣模範，咁就叫佛菩薩。佛菩薩就係世間一切眾生最好嘅榜樣。係剛才法師亦都提到話學佛我哋可以離苦得樂，而且呢個亦都係我哋學佛嘅人希望達到嘅一個意境，一個目標。不過呢個離苦得樂，世間人可以話人人都係有苦惱嘅，唔知道喺佛法當中係咪有比較具體嘅方法可以幫助我哋化解呢啲苦惱呢？苦惱，佛經常講係從迷失咗自己，迷失咗生活環境真相裏邊產生嘅。因為你唔了解事實真相，你天天喺度打妄想，你嘅想法睇法全部錯晒，於是呢，你嘅所作所為亦就跟住錯啦。我哋知道思想係人行為嘅指導，想錯咗一定就會做錯，做錯咗咁當然就帶嚟苦難嘅結果啦。佛要解決一切眾生苦難，一定要幫助佢覺悟嘅，佢真正懂得人生。實際講呢，關於呢一點，我哋現代人不如古人。嗱，你睇下古人佢能夠安貧樂道，佢幾快樂。而家人欲望都無止境，咁你咪即係自找苦吃。你可以冷靜咁諗一諗，你每日咁辛苦嘅工作，你過嘅係咩日子呢？你得到嘅係乜嘢呢？冷靜咁諗一諗，自己就會覺悟啦，錯咗啦。我喺早年學佛咧，有個老和尚講咗個故事俾我聽，係真嘅，係佢哋細個嘅時候，喺江蘇泰州有一個乞衣，乞衣係好可憐嘅，佢個仔做咗大生意，所以好多親戚朋友就鬧佢。你發大財咁享受，你個爸爸喺外邊乞食，你知唔知道啊？佢當然好難過，派咗好多人去揾佢，將個爸爸揾翻嚟。揾翻嚟之後呢，就將佢換上新衣服，揾人伺候佢。但係呢個爸爸呢，住咗1個月，偷偷走咗，又去乞食。人家問佢：你做咩咁啊？佢話：哎呀，咁多人服侍我，受罪啊！拎嚟食嘅嘢係我唔想食嘅嘢，搏命拎嚟俾我食。我唔想着嘅衣服拎嚟俾我着。佢話我日日乞食，我每一日遊山玩水。我餓咗妥一缽飯，夜晚瞓覺咧，搵個地方隨地瞓就得啦。我過嘅係真正嘅生活，
過嘅係自己中意嘅生活、快樂嘅生活、自在嘅生活。呢個人好了不起啊！佢呢個觀念同我哋世俗觀念都唔同嘅。呢個人冇學佛啦，如果學佛都會成佛嘅。實際上咧，佢係菩薩，呢個乞衣裏邊嘅菩薩，乞衣裏邊嘅降者。佢表現嘅係與人無爭，於世無求，過嘅係大自然嘅生活，同大自然為伍。有邊一個有呢種境界？回過頭嚟睇，佢嘅仔做生意，佢簡直不似。佢過嘅唔係人嘅生活。呢個離苦得樂，各位從呢度去想。哇，好深嘅意境啊！剛才師傅所講嘅笑話裏頭嘅主角呢，啱啱好相反嘅就係有啲人實在係身在福中不知福嘅。其實佢嘅周圍呢，一切都非常嘅圓滿，但係呢，佢就係唔快樂，因為佢嘅腦裏頭呢，記得嘅都係過去一啲不愉快嘅事情，而開心嘅事一啲都唔記得。法師可唔可以請你對呢啲人好想唔開嘅呢啲人，亦都作一個開示好嗎？好啊，經常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人與人，人與事，都係過眼雲煙，何必將呢啲事情放在心上，同自己過唔去呢？咁係好愚痴嘅。一個人要想真正得到快樂，所有一切不如意嘅事情，所有一切同自己有過節嘅人，你都應該將佢忘得乾乾淨淨。同時想人嘅好處，唔好想人嘅壞處，你就快樂啦。日日想人嘅過失，唔想人家嘅好處，你係自找苦吃。與人有冇相干呢？與他不相干。苦嘅係自己，苦嘅咪佢啊！呢種人就叫做愚痴，佛經常講嘅迷惑顛倒啦。細心想下佛嘅呢番說話，我哋應該自求多福，時時念人嘅善處，唔好想人家嘅過失。縱然佢有過失，縱然佢係個惡人，我哋尚存咁樣嘅心，有咁良好嘅呢個態度嚟對佢，亦會將呢個惡人轉變成善人，咁係無量功德，咁係大好事嚟。唔可以鑄成別人嘅惡行，應當要成人之美，我哋至真正能夠得到快樂嘅。咁對於一啲冇辦法控制自己思緒嘅人，法師係唔係有一啲外力嘅方法，譬如話念下咩經文啊，可以幫助佢開闊自己？有邊啲經文可以念嘅呢？呢啲咧現象都好普遍，我哋喺國內國外都睇到好多嘅。而佢嘅主要原因呢，喺佛法嚟講，佢呢個係習氣太深，煩惱太重。有啲時候明白呢啲道理嘅境界現前，佢依舊不能克服，依舊轉唔過嚟。咁佛法嘅方法好多嘅，你讀經如果煩惱起嚟，心不平啦，將個心定落嚟，打開經卷，好好咁念一遍，慢慢呢個情緒就穩定啦。所以用讀經嘅方法可以，用念咒嘅方法亦可以，用念佛嘅方法亦可以，方法好多。甚至於不用呢種方法，用呢個世間你喜歡聽音樂，放幾首古典音樂，你專注去聽，心亦能平落嚟嘅。方法就冇一定嘅，你睇邊一種方法對自己有效，你就可以試下去運用。總而言之咧，平息自己嘅妄想分別，咁係最重要嘅。呢個係我哋修行裏邊中心嘅理念嚟嘅。法師可唔可以指導我哋一下，在家我哋要自修，應該念邊啲經文可以幫助我哋自修呢？初學咧，一定要從做好人
做起嘅。咁多年來，我哋喺海內外提倡四好運動，教人存好心，做好事，講好說話，做好人。好嘅標準一定係與社會與大眾有利益，而唔係與自己有利益嘅。如果都係想到自己嘅利益啊，將社會大眾嘅利益放埋一邊，咁就唔好噶啦。念念為社會，念念為大眾，我自己亦係大眾之一。大家好，我當然好啦。我好，大家唔好咧，我仲係有災難嘅，仲係冇辦法避免嘅。所以呢個好嘅標準係為社會、為大眾，以呢個為標準。咁要做個好人，呢個係基本嘅條件。從邊處學起呢？過去印光大師一生極力提倡了凡四訓，學了凡啦。袁了凡係個明朝時候嘅人，佢呢4篇文章在台灣流通得好廣嘅。我過去呢有詳細嘅講解，有錄音帶，亦有書喺度流通，可以多啲睇下嘅。認真咁嚟學習，先做個好人，以呢個為基礎，然後我哋再讀經，先能夠收到效果。讀經呢，如果大家冇接觸過，最好就念無量壽經。無量壽經嘅分量唔長，長短適中，非常之適合現代人嘅。佢裏邊嘅理論啊，呢個方法啊，境界都相當圓滿嘅，面面都講到，係一部非常好嘅書嚟。無量壽經係無量壽經。法師，我哋喺念經之前，或係當中，或係之後，有冇咩規矩、咩禁忌，有冇嘅呢？冇嘅。冇。法係教學，唔係宗教，唔係話我哋冇規矩，法就唔高興，冇呢個道理嘅。如果話法唔高興，佢就變成凡夫啦，佢就會起心動念，冇咁嘅事嘅。完全冇嘅。完全冇嘅。隨時隨地咧都可以念。係啦。只要將心放落去，係啦能夠放靜。大眾喺一齊共修嘅時候咧，咁就必須要有規矩，冇規矩就亂晒龍啦。所以大眾一齊念經，點解一定要敲木魚咧？木魚打拍子嘛，咁大家拍子能夠整齊，聽起嚟好聽，不至於亂糟糟咁啊。所以大眾喺一齊要講究規矩。你一個人嘅時候，你覺得點樣自在咧，就可以點樣去做嘅。仲有我哋而家可以發現，生活周圍咧隨處都可以見到一啲非常不和諧嘅氣氛。例如話夫妻不和嘅比例越嚟越多啦，離婚率越嚟越高啦，子女不孝嘅情形亦都係經常嘅發生，鄰居不和嘅現象呢亦都係隨處可見嘅，即係處處都顯現一種非常不和諧嘅社會現象。法師，係咪可以請你為我哋呢一種非常不和諧嘅大環境嚟為我哋大眾做一個開示好嗎？一定咧要揾出呢啲不和諧嘅因素，然後咧將呢啲因素消除，咁至能解決問題嘅。而呢種因素咧，佢嘅根源還是在教育。點解過去呢個社會能夠安定，能夠呢個安定能夠延續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得力於教育。從前教育最主要嘅重點係教你點樣去做人。古代嘅教學，各位可以從三例上可以睇到；佛家嘅教學，各位可以從經論裏面睇到，佢都係教導你話你知人與人嘅關係嘅。從呢個夫婦嘅關係、父子嘅關係、兄弟嘅關係、朋友嘅關係，君臣就係今日講領導與被領導嘅關係。佢教呢個咧喺中國叫五倫八德，呢個係教學嘅中心。
所以孔子教學德行係第一，係做人嘅根本嚟，然後至教言語，至教你辦事嘅呢個能力、謀生嘅能力，啊呢啲都有啦，就具足啦，至教到你文學啊、藝術啊，提高你精神生活嘅層面，佢有道理㗎，佛法亦係如此嘅。所以呢啲根本嘅原因就係我哋今日教育宗旨上偏差，我哋只着重在科技，而冇着重在人文，唔懂得人與人嘅關係。呢個雖然富裕，但係呢個人事上嘅問題啊，係永遠得唔到解決。困難就係呢個地方。嗱，今日補救最有效果嘅方法咧，實在講教育係百年大計，挽救今日社會嘅危機嚟唔切噶啦，大乘經論都嚟唔切噶啦。最有效嘅方法咧，就係講因果報應，呢個係事實。如果大家都能夠知道善因一定有善果，惡因一定有惡報，咁我哋起心動念、所作所為一定會收斂一啲。對呢個社會安全呢，都會收到一啲效果嘅。所以印光大師一生呢，佢係一個出家人，係個佛弟子，佢唔講佛經，唔弘揚佛嘅法，去弘揚了凡四訓，去弘揚呢個感應篇，呢啲嘢呢，都係勸善，都係講因緣果報，非常有道理。所以呢個老人家真係充滿咗智慧、慈悲心，要挽救呢個社會。我哋明白呢啲咁嘅理論，亦懂得呢啲方法，所以我哋亦係全心全力喺度推行嘅。仲有法師，我哋一般人心存一種恐懼啊，對於未來啊，對往生、對死，存有一種恐懼，係咪關於生死方面嘅事情？亦都請法師為我哋作個開示好嘛？咁呢一方面嘅問題，所以會發生恐懼，係對於事實真相完全唔了解。如果了解嘅時候，你呢個恐懼就完全冇噶啦。佛講我哋聽，生命係永恆嘅，係不滅嘅。換句說話講，根本就冇死呢回事。死係一個妄想，呢個身體軀殼，佢唔係我。大家將呢個軀殼當做我，所以產生恐怖。如果明白呢個軀殼唔係我，佢係點會恐怖？譬如衣服，明白衣服唔係我，衣服係我所有嘅，衣服污糟咗，你好喜歡將佢除低換一件新嘅衣服。咁呢個軀殼亦係我所有嘅，唔係我用壞咗啦，用咗幾十年用舊咗啦，我哋將佢抌咗換一個新嘅。你如果有呢個觀念咧，你咪會好自在咯。呢個係真嘅，呢個係事實真相。所以佛講呢個身體咧就唔係我，係我所有嘅，同衣服一樣。如果你用呢種態度嚟睇生死咧，咁你就非常自在啦。咁我係乜嘢呢？我係佛法講係真心。呢個外國人講咧，我思故我在。呢個係外國哲學家所講嘅。我思故我在。你能夠思想咧，嗰個就係你。嗰個就係你。無形嘅。無形嘅。所以我哋講精神，講心靈。但係嗰個係咪真正嘅我咧？仲唔係。真正嘅我比嗰個還要高一截嘅。但係佢能夠體會到我思故我在，已經比社會一般人嚟高明得多啦。呢個在佛法裏邊。呢個概念喺佛經裏邊係識，識係心嘅作用，佢能夠觀察到心嘅作用，冇觀察到心嘅本體。心嘅本體比呢個更要高一層，咁至係真正嘅我。所以身體唔係我，喺六道裏邊捨身受身，被呢個東西所累贅。呢個唔係好東西嚟嘅，所以我哋對於身亦唔好過分去愛護佢，亦唔好有意咁去糟蹋佢。
你過分愛護係錯誤咗，你有意糟蹋亦錯誤啦。一切隨其自然，隨其自然，能夠順自然係最美滿嘅生活啦。嗱，我哋今日講適應於大自然，呢個身體亦要叫佢回歸自然，適應於大自然，咁就最健康啦。法師，我哋人往生之後會到邊度去呢？呢個用現代科學嚟講呢，就係我哋換一個空間。佛家講十法界，講六道，講28層天，講佛嘅世界。用現在科學家嚟講呢，就係佢嘅生活空間唔一樣。我哋今日生活喺3度空間、4度空間，佢哋到5度、6度。咁到佛嘅境界呢，咁咪到最高度、最圓滿嘅空間。實在講呢，就係空間嘅轉換。咁呢個意思，你如果不太了解，你可以想象我哋嘅電視頻道嘅轉換，你就比較容易體會。有冇離開到呢？冇離開到頻道嘅轉換，仲係呢個熒幕。所以佛家講呢個往生，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點解唔去呢？你仲喺個熒幕上。點解生則決定生？頻道換咗啦，確實不同嘅頻道。所以用科學嘅方法咧，可以能夠解釋。實際事實係如此。所以佛並唔係迷信。唔係迷信，唔係非常科學。唔係迷信，唔係迷信。我好好奇啊！人往生之後，長輩往生之後咧，都要超度。超度代表乜嘢意義呢？實際講，超度係一個追悼懷念嘅意思，係懷念嘅意思。我哋以真誠嘅心理幫助佢。實際上，超度多半嚟講，佢就係生前造作咗好多嘅業障，業障免不了佢要受痛苦。咁我哋能夠超度，能夠幫助佢減少一啲痛苦。呢個道理呢，地藏經上講得好清楚嘅。所以超度並唔係我哋念幾卷經，佢就真係得到功德，冇呢回事嘅。經上講得好清楚，你要體會呢個意思。咁超度係乜嘢呢？我哋自己好好嘅修，我哋修成就啦，佢又得到福報。譬如話，我哋想要光宗耀祖，我認真咁努力，好好嘅係工作，將來我就喺社會上出人頭地，變成傑出嘅人才，我嘅父母就有光彩啦。到任何地方話某某人嘅父母啊，得到大家特別嘅恭敬、特別嘅照顧，就係呢個意思。你冇成就，你念乜嘢經都冇用處，一定你自己有成就。所以你自己讀經，你要了解經義，依教修行，將自己從一個凡夫能夠提升到聖賢嘅呢個地位，咁你嘅父母就有光榮啦。係某某人嘅父母，得到社會大眾嘅尊敬。超度嘅真正意義就係此地。係，並唔係話對佢嘅往生有咩幫助啊？咁就有幫助喎，因為佢喺天道喺邊一度嘅時候，都受到嗰一度人嘅尊敬。佢個仔賢慧啊，佢個仔係菩薩啦，咁仲得了嘅，係呢個意思。你自己如果唔能夠成就嘅話，你念咩經都係冇用嘅。仲有剛才法師提到地藏經，地藏經喺佛學當中亦係相當重要嘅一部經文，係唔係？對於地藏經，你亦撥一啲時間為我哋做一個比較詳細嘅說明呢？喺呢個佛法嘅修學，喺我哋中國係好明顯嘅標示出4個階段。4個階段，第一個呢就係由地藏學起，地就係表心地，藏係寶藏，我哋心底裏邊有無量智慧、無量才藝、無量德能，係佛講嘅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所以我哋嘅智慧能力係平等嘅，冇分高下。但係現在顯露出嚟嘅，點解會有高下？點解又不平等？就係剛才講緊啲迷啦。咁業障重嘅人，佢透出嚟嘅智慧就少；業障輕嘅人，佢透出嚟嘅智慧就比較多一啲。
所以呢個不平等啊，係從業障厚薄前深，關係在此地。如果業障通通消除晒，呢個智慧就能夠顯露出嚟，決定係平等嘅。所以係心地寶藏要從呢度做起。咁心地寶藏用乜嘢嚟開發呢？用孝敬。所以地藏經係佛門嘅孝經，一定要從地藏學起。咁從地藏呢個基礎再提升，就係觀音菩薩啦。觀音菩薩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咧係從孝敬裏邊開發嘅。我孝順父母，孝順自己親人，然後我將呢個孝敬咧孝順一切眾生，尊敬一切眾生，咁就變成觀音菩薩啦。所以呢個係往上推展嘅。再一位咧就係文殊菩薩。文殊菩薩表智慧，你慈悲，對一切眾生關懷，一切眾生照顧一切眾生，你要有理性，不能用感情。文殊係代表理智。最後普賢菩薩，普賢代表平等。你嘅智慧、慈悲、孝敬，對待一切眾生要平等，不能有差別。所以普賢呢，只係真正做到大圓滿嘅。法師，你剛才提到念佛，我哋喺好多場合裏頭呢都可以聽到念佛嘅聲音，好似最普遍嘅呢，就係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法師，念呢啲佛號到底有乜嘢效用嘅呢？佛法嘅修學呢，方法好多嘅。所謂84000法門，無量法門。念佛呢係無量法門裏邊嘅一種。呢個法門呢，佢嘅好處就係簡單容易，人人啊都可以修學。佢嘅理啊非常之深。咁淨土宗係專門提倡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當然呢啲事情唔係幾句說話就能夠講得清楚嘅。經典分量雖然唔多啊，但係佢嘅義理啊非常非常嘅豐富。嗱，譬如阿彌陀經呢個大家都好熟悉嘅，總以為啊呢個經好簡單好容易。我過去呢講過2片，後一片留咗有錄音帶，總共有335個錄音帶。由此可知呢一部經並不簡單。咁我哋講得咁長，幾乎講咗1年，係咪將呢個意思都講完呢？冇，只講到一小部分啫。可見得正宗義理嘅豐富係不可思議嘅。但係呢個方法簡單，可以講係任何一個人，你懂理論亦可以，不懂理論亦得。但係不懂理論嘅人呢，就必須要老實。所謂老實就係你真信真願，佢亦能成就。呢個成就呢，就實實在在嘅殊勝。真係可以講係無比嘅殊勝嘅，不但能超越6道輪迴啊，而且超越10法界。所以呢個功德殊勝啊，係其他法門好難同佢相比嘅。因此咧，呢個法門呢，係一切諸佛都讚嘆嘅。古來啊，除咗淨土宗之外咧，其他各宗派嘅祖師亦帶着提倡嘅，可見呢個法門的確係非常殊勝。喺學佛當中呢，有好多嘅門，好似禪宗、密宗，仲有剛才法師講嘅淨土宗。另外亦有人強調係禪宗、密宗雙修，亦有強調係禪宗、密宗、淨土宗3修嘅。請法師話我哋知到底點修法至好呢？實在講呢，如果想要我哋喺呢一生短短嘅期間當中得到最殊勝嘅成就，必須係
一門深入。因為一，你嘅心容易靜，你學兩樣學三樣，你決定啊，比唔上嗰個專一嘅人，就好似打仗一樣，你將兵力集中在大一點，你好容易突破。如果將佢分作三點去打，你嘅兵力已經薄弱，你未必能夠攻得落嚟嘅。道理都係一樣嘅。所以雖然有人提倡呢兩種都共修，三種共修，你仔細去聽下佢所講嘅，對咩人講嘅，佢有不得已嘅苦衷嘅。譬如話叫你禪淨雙修，一定係對參禪嘅人，佢嗰個禪不肯放下，而且睇到佢嘅禪決定不能成就，所以勸佢你禪淨雙修更好啊。亦就係講呢，嗰一半你不能成功，呢一半還有希望，意思在此地。咁禪淨密三修用意亦喺呢個地方，所以你就知道講呢句說話嘅人，佢有不得已嘅苦衷。實際上，你如果真正嘅聽話，佢決定叫你一門深入。呢個一門呢，係以正宗最有把握，係最容易成就嘅。禪同密呢都唔容易嘅。係今日到現在為止呢，法師可以話為我哋開示有將近2個小時嘅時間。各位觀眾，如果你今日收睇咗我哋嘅節目，咁此刻呢，你一定覺得獲益相當嘅豐厚。經過法師咁詳細嘅開示之後呢，亦都相信各位朋友，你對於佛教嘅意義亦有咗一個非常明確嘅認識。其實佛教佢並唔係宗教，而係一種至善圓滿嘅教育，而且佢亦都絕對唔係束之高閣俾人膜拜嘅，而係與你我嘅生活緊密結合喺一齊嘅。各位觀眾朋友，如果你想對佛教作更進一步嘅研究嘅話呢，咁有一本書係要介紹俾你，叫做《認識佛教》。呢一個呢係淨空法師喺前幾年喺美國邁阿密演講嘅時候所作嘅開示，而各地亦都有流通。我諗你可以揾嚟睇一睇。今日我哋嘅節目就進行到呢度為止，非常非常感謝淨空法師嘅開示，亦都多謝各位觀眾嘅收睇。